青衣翠怡花園大約500幾尺，3房1廳。今次整體設計咧，主調非常之清晰啊，玄關啦、客飯廳同埋開放式廚房一致都係採用咗淺木色同埋白色，打造咧日式嘅感覺。入門口私隱處理，立面層次細緻，再加埋3間房咧各自風格定位，令成個空間咧雖然面積唔算大，但層次咧非常之分明。空間有限，但想像無限，幻想室內設計，延續空間無限想像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睇更多真實裝修案例，多多支持我哋。入門口嘅正面咧係一組淺木色嘅玄關鞋櫃，連埋儲物櫃。咁櫃背咧採用咗條子設計，入屋嘅時候咧就唔會直接望到客飯廳嘅空間，私隱度提升之餘咧，亦保持通透感。入門口嘅左手邊咧會係一個換鞋嘅燈，方便日常使用啦。成個玄關區域咧已經帶出咗淺木色配白色嘅日式主調啊！穿過玄關嘅位置就進入咗客飯廳。TV 背牆咧採用咗石紋嘅背景牆，增加個層次同埋質感啊！吊櫃用白色設計，順住咧窗台嘅橫梁做一個水平嘅延伸，令到成個視覺咧更加整齊。地櫃採用咗淺木色啦，左右兩邊咧會係條子嘅櫃門，中間用咗黑色不鏽鋼框加玻璃門，令到成個整體咧立面更加有對比嘅感覺啊！右手邊咧會係有條走廊啦，再右手邊咧就係一個飯廳櫃啦。櫃身咧用咗淺木色，吊櫃咧都係用翻不鏽鋼加玻璃，中間預留咗中空嘅位置。地櫃咧就用咗白色櫃門啦。咁對比翻 TV 櫃咧，會見到係做咗一個對比嘅。前面放翻一張飯台，咁啊功能清晰啦，同客廳咧保持翻一個合理嘅距離啊。去翻門口嘅位置啦，左手邊咧換鞋凳啦，再隔籬咧其實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。首先咧會見到係一組全白色嘅高櫃，上面咧係一個吊櫃啦，下面就愛嚟收納雪櫃，將電器咧整合處理啊。之後廚房嘅主體咧做翻一個 L 型嘅工作台面啦，吊櫃咧係白色，地櫃咧係淺木色，同客飯廳咧保持翻一致嘅主調嘅，令到成個公共空間咧連貫得嚟咧帶啲自由啊。入到去主人房，今次咧入門之後咧，我哋會做咗一個2級嘅地台嘅床頭櫃咧，連埋地台嘅設計啦，跟住有個地台床，床尾咧就做翻一個全高嘅衣櫃啦，方便咧去收納。空間咧雖然唔大啊，但係比例嘅分配咧非常之清晰啦。去到小朋友房，會見到咧牆身咧用咗粉紅色為主調嘅，櫃身咧就採用咗白色啦、粉紫色啦，帶少少歐式風格嘅設計，以上床下衣櫃為主，側邊咧做咗一個書台嘅。咁功能集中處理啦，色調同埋公共空間咧形成咗一個對比啊，營造翻呢一個屬於小朋友嘅專屬氣氛啦。去到第3間房，呢間房咧係一間書房嚟嘅，咁設有一組咧全高嘅玻璃陳列櫃，另外一邊咧就做咗書櫃連埋書台嘅設計啦。咁會見到咧書櫃下面咧其實預留咗一個空位嘅，呢個空位咧就係專門放貓砂盤嘅啦，將寵物嘅需求咧整合埋成個設計入邊。今次嘅翠怡花園單位咧，重點唔係華麗嘅裝飾，而係咧立面嘅比例同埋顏色嘅統一啊，淺木色配白色，打造翻呢一個溫暖日式嘅感覺。每個空間咧都有清晰嘅定位，層次分明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、留言、share 俾朋友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